Hello，我係輝哥仔。上一條片咧就帶大家去睇屋啊。咁喺睇屋嘅過程咧，就發現其實好多站都幾值得去，同埋好多地方都冇去過。我之後咧就打算帶大家去唔同嘅地鐵站口度附近睇一睇啦。今日就嚟到紅山站。下一站咁紅山站大家好清楚都知道有個6979嘅商場。呢度咧就比較推薦夜晚嚟嘅，因為日頭呢度咧就好曬啦，同埋好熱啦，冇咩冷氣覆蓋嘅。而且咧夜晚呢度仲有個好有氣氛嘅音樂會啊！之前嚟呢邊咧就覺得開呢個音樂會嘅時候咧個廁所就好污糟，因為好多人擁埋晒一齊。聽講依家換咗個管理啊，所以應該有機會會好少少。但實際每一日嘅情況都應該唔同啊。個人感覺呢間泰國嘢呢個氣氛都幾唔錯啊，好似喺個熱帶叢林裏邊。依家好多商場呢都有呢架小火車，呢邊呢都有呢間盒馬先生。對比起近福田口岸嘅嗰間盒馬呢間好明顯就會人少啲啦。行超市我都好中意睇佢哋嘅榴蓮啦，同埋三文魚。係咪？對於我嚟講嘅特色呢，就係好多現整嘅熟食啦。包括你買肉或者海鮮想帶走嘅時候係熟住帶走嘅，佢都可以現場幫你整埋。不過最近都好多大陸嘅超市喺度效仿緊嘅啦。嚟到嘅時候仲見到呢隻皇帝蟹。其實好多人唔知有皇帝蟹同埋帝王蟹呢，其實係兩種蟹嚟嘅。咁平時大家都常見嗰隻就係叫帝王蟹，呢嚿肥嘟嘟好似嚿石頭呢隻呢，就係皇帝蟹。好多呢啲生肉啊，咁如果你要過關嘅時候就要注意一下啦。生肉目前係唔可以帶過關嘅，咁你就可以問下佢可唔可以幫你煎埋或者整埋啦。但係呢個感覺咧就好似買外賣咁樣。呢個商場再行過少少咧，就係呢個深圳圖書館嘅北館，就係比較新啦，同埋比較大。隔離仲有呢個美術館。美術館咧，我個人就未行過嘅，但係感覺一般人應該會想去圖書館多少少。今日我哋就嚟行一行呢個圖書館。今日我都係第一次嚟嘅，啱啱行過嚟咧就好似啲書架擺到好高，好難拎咁樣。但係咧，其實只要你申請咗嗰張讀者證，咁你就可以喺網上預約你想睇嘅圖書。你大概等10零20分鐘咧，就可以去櫃台或者快速嘅圖書機度攞啦。甚至乎你仲可以等幾日咁樣調啲圖書過嚟。不過咧，呢個方法就好似唔係本書都有得咁樣做，有啲咧可能就係要你去其他分館度自己去揾翻嗰本書。如果佢可以做到每本登記咗嘅圖書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就幾好啦。圖書館嘅位置咧就好多，基本上層層咧都有呢啲可以坐嘅位置。成個圖書館咧居然係可以做到好靜啦。每一個書台咧都係有咁樣幾個插頭可以用嘅。咁除咗喺網上預借呢啲書之外咧，都可以影低你想借嗰本書係咩檢索號，同埋喺邊一層嘅邊一個書架上面。到時揾職員幫手都冇問題。呢部咧就係頭先講嘅快速取書機，可以喺呢部機攞嘅書咧，大部分嚟講都係10至20分鐘就可以送到過嚟啦。
跟住你亦都可以喺電腦上面揾翻你想要嘅嗰本書，佢會直接話俾你聽點樣行，同埋放咗喺邊個書架上邊。對於一個圖書館嚟講，呢個如果你要整理啲書整理得好好，呢個功能先會有用咯。同埋佢亦都有呢啲電腦啊，好似香港咁，可以即時聽嘅光碟機，或者你有讀者證之後可以借部光碟機返去。洗手間前面都有一個飲水機。我今日亦都係第一日嚟就申請埋呢個讀者證，唔理用唔用得着都好。佢有呢個鵬城勵讀證，我一開始都喺度諗緊係咪可以申請呢？作為一個香港過嚟嘅人，如果申請唔到呢，就最多俾押金嘅啫。結果呢，我就好順利咁樣直接申請咗啦。呢個勵讀證呢，就好似等於你俾咗押金咁樣嘅等級。這個證的話是免押金的，然後可以借10本中文圖書、1本外文圖書，借期是31天，然後您也可以自己在機器上或者手機上續借一次，就是最長是62天。如果是超期歸還的話，就是1本書要收3毛錢的置還費，10元封頂。然後這個是您的那個讀者證號，您也可以就是掃碼關注。自己都嚟試一試呢個24小時還書。咁紅山站咧都有另一個就比較值得去嘅，就係 Costco。暫時係全深圳唯一一間嘅，全國 Costco 嘅數量咧依家都係個位數，就冇山姆咁多。咁 Costco 咧我哋就唔仔細行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之後可以再拍一條片俾大家睇。咁今日呢條片咧就去到呢度先。如果想睇更加多嘅片，記得 follow 我。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